好，各位兄弟，大家好早，大家平安。咱要来进入亚利比哀歌最后一讲第5讲的讲塔。今仔日早起，咱要来请敏泽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互咱做伙来祈祷。天父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伫主今仔日你的圣日，清早的时，阮要用读主你的话语来做开始。阮求主来帮助阮伫今仔日的圣经的强读，互讲会当讲了明白清楚，互听的嘛会当了解，并且安尼去行。阮求主，互阮透过读主的话语，会当得到新的生命甲快乐。阮要将今仔日的时间拢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多谢。咱伫亚利比哀歌会当来对照，就是为虾米今仔日以色列人、犹太人，因拢要去到伫即个苦墙、死墙，要去遐来祈祷，因为因真正经历极大的即个痛苦。即个圣殿被毁日，伫犹太人的历史上，安尼伫即个爱破月5月9号，对来讲是一个悲惨的日子。即个古墙伫今日的耶路撒冷，即个城墙，虽讲因只有会当伫一角的所在，但是即个城墙也是原来代表因伫即个所在对上帝的恳求，这是因现主时犹太人上会当挖掘圣殿的即个所在啊。但是即个中即个圣殿，真正教堂，并毋是即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所起的，是即个阿拉伯人所起的，所以伊即马是甲伊隔开，但是因就是望会当通过上接近上帝即个所在，伫即个苦墙、死墙，拢是用真大的即个石头贴起来，甚至伫即个有分成男生女生分开的所在，因伫遐的祈祷大声细声流目屎就是来表达因真正是爱钦调主无过伫即个罪恶的中间来袂记得上帝背给上帝，所以因的查甫人因的妇女拢会去到伫苦墙伫遐来甲上帝祈祷，甚至因毋是讲敢为个人来代祷，毋是讲敢为厝内底祈祷，毋是只有讲为着因的事业来祈祷，因真正是来表达一种甲上帝忧伤，因为因拢爱读即个亚利比哀歌，因为因拢爱读即个五圣卷，因拢爱去来知影讲原来因的祖先犯遮多的重罪，直到因的国家民族，因的社会，直到即种的困境，即个苦墙，其实只有正面在短短的一段，但整个西墙呢是真长所以这个苦墙大概只有1/3的长度，而且伫这个苦墙的下底呢，还有一个隧道，这个下底这个隧道呢，非常的长，甚至下骹有一块真大的一整块完整的石头一块完整的石头，这嘛是伫即个近代考古中间才发现的，即块石头就有600吨伊这就是要做即个圣殿的即个地基所以东车时所罗门怎么把这块石头放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锡安山，把这个山扩个平，然后将这块大石头毋知对倒位摕来，然后下伫下骹，然后做一个即个圣殿的地基，互即个圣殿会当遮尔坚固，这也是到大互咱百思不得其解，搁在所罗门伊安怎遮尔有智慧，安怎样会当做遮个代志？咱伫即个亚利比哀歌中间，即5首第一首的主题是即个悲伤的寡妇伊所拄着的灾祸，伫遮咧哀哭。第2首的主题是伊是发受气的老爸，伊带来审判，也造成遮目前的灾祸。第3就是我是即个受苦的浪主，伊仰望上帝信息，也望期待上得到医治医好。第4首是讲到因就是罪恶的百姓，伫遮的审判中间，毋是只有惊吓，因明白遮的原因就爱吞忍，就爱忍耐，
也会接受这个事实甲这个效果。今日是第5首，吼，就是阮，吼，阮呢是一个无老母，亲像孤儿共款，吼，无老爸也是无老母的孤儿，吼，阮只有伫遮呼求，只有伫遮祈祷，祈祷，搁再祈祷，吼，这是今日第5首，亚利米哀歌的第5首。咱煞车特别来请敏泽长老，吼，带咱来读，吼，这个亚利米哀歌的第5章，请对第1节，吼，来读到第11到10节。好，第1节，上主啊，求你画记得阮的造物，落看阮所受的凌辱。阮的产业落伫生分人的手中，阮的厝体互外族人摕去。阮诚做无爸的孤儿，阮的老母亲像寡妇。阮连啉家己的水嘛着付钱，连家己要兄的茶嘛着买。阮亲像颔棍挂担的牛，互人赶，落落野山，无通休困。阮着往埃及甲亚述投降，才食喂饱。阮的祖先犯罪，胆因嘛已经无伫地啦。毋过阮煞因为因的罪受苦。做奴才的人管辖阮，嘛无人救阮脱离因的手。况也有强盗，阮着冒性命的危险找食。阮因为枵餓发热，皮肤乌亲像火爐。好，多谢。好，咱看到这个第5首的诗，伊并毋是离合诗，就是无照这个希伯来字母的这个顺序，安尼来写。但是伊依然是安排22节，22节对照是这个希伯来文的22个子音的字母伊遮一开始本来头前的这个哀歌咧，拢真罕地用求祈祷，但是呢，对第3章以后呢，即马第5章差不多规首拢在祈祷，一开始就祈祷，求你画记得阮的造物，落看阮所受的凌辱伊就开始将因所受的凌辱拢来写出来，即嘛会当互咱来看出来，伫即个等犹大受掠的时，因所拄着这情形产业伫亲夫人的手中，厝体互外族人摕去。阮家这是第4章看到，阮家做无老爸的孤儿，阮的老母亲像寡妇。这是第3章甲第1章所写的。阮连啉家己的水嘛着付钱，这个水本来是无需要开钱，连家己要兄的茶嘛着买。这个原文的意思讲，这个茶呢，毋是别人的，是家己的，连家己的茶嘛，着家己买，就是这茶呢，本来就是伊去山顶采来，这是伊的，即马呢变做伊爱摕钱出来，才会当买家己去采的茶，所以就表示讲，因受到真宝公平的对待，阮亲像颔棍挂担的牛，互人赶。落落野山，无通休困，因着真正做牛做马，做人的奴才奴隶，阮着往埃及亚述投降，才会食饱。所以表示讲，这毋是只有是巴比伦来顺因的情形，这是咧讲着因几个国家南国，对即个希西家王，落来以后，这剩差不多100年的中间，因安怎样过这的日子？就是因拢是无靠上帝，靠外国，靠埃及，靠亚述，是靠巴比伦，才会当来把着家己的巴岛但是咧，煞得罪上帝所以第7节是今日这首诗真重要一节，伊承认看到是阮的祖先犯罪。但因嘛已经无伫地啦，毋过阮煞因为因的罪受苦就是祖先的罪因知影这个罪毋是只有因即代因家己是对因祖先靠担到拢有犯罪拢有责任，所以因就开始转到即个历史的中间去找答案检测无受到这个代志进前。伊嘛无知，嘛无了解，嘛无想要去知影因祖先做啥物代志。但是即马上帝安尼甲伊磨到因着爱转去想一个去检讨因家己是犯罪，还是即个是敌人的攻击，
甚至呢，即马搁想到过去祖先的罪，就是咱的认罪，就是会当对三个方面，一个是家己的罪，一个是别人的罪，一个是甲咱有关系的人，就是咱的过去的人，祖先所犯的罪，将这个罪拢找出来以后，才会当完全向主来信任。最落在的人管辖阮，就是原文是奴隶啊，就是低阶的官员，连这个外国人上低阶，拢做阮的头家，嘛无人救阮脱离因的手啊，因真正就是安尼人派一个低阶的官员，结果咧，阮就爱听伊言，阮嘛是束手无策，抗也有强盗无着，阮无性命的危险。找者，所以因在讲起着，因为着要互家己找着通食的物件，只能冒生命的危险因为这个所在根本就是已经无法度来成做一个因会当生活讨谈的所在，只能够向外求发展。阮因为妖恶发热，皮肤乌青像火炉就是因真正伫日头晒甲就是爱伫日头下底挑找食物所以因咧讲起着因遮所拄着的代志，甲所经历的，其实毋是只有因家己是因的祖先。这记载呢，伫耶利米书第2章18节，当你去埃及啉尼罗河的水，你将会当得到什么利益？你去亚述啉幼发勒底河的水，将会得到什么好处？所以这毋是到即马时阵才咧发哀哭，因会想起讲，伫耶利米还阁18岁、19岁时，上帝就已经通过耶利米甲因呼吁。伫即个代志要发生的40年以前，上帝就已经甲因讲，恁去找埃及，去找亚述，敢有啥物好处？第2章的36节耶利米书，遮嘛讲着，恁乃撞来撞去，不时地改变路向。恁投靠埃及，会亲像以前我靠亚述安尼，甲自处见效。就是我毋是我靠上帝，最后拢无利益啦。这个是写伫这个南国特别灭亡进前，但是伫北国就是何西阿书要灭亡进前呢？上帝嘛安尼有甲因讲，何西阿书第7章11节，以法莲亲像粉鸟戆戆，毋捌半项，因两边求埃及，两边去挖亚述。所以这是讲以法莲是北国的支派，因这个较早100年前就是安尼伫。去导航外国，去敲吹别个国家，所以上帝才要派一个，毋是埃及，毋是亚述，派一个连埃及、亚述拢会惊，就是巴比伦，来管辖因啦。好，煞只搁请敏泽长老带咱来读，对11节读到22节。第11节，有人伫锡安受强暴，少女伫犹大城镇受凌辱。阮的领袖互人吊起来，老人无受尊重，少年人受逼下招无，囡仔因为歹查跋倒，老人无搁伫城门口自责，少年人无搁弹琴作乐，阮的心无搁有喜乐，跳舞变做哀哭，阮的王冠对头壳落落来，阮犯罪，阮有灾祸啦。阮因为遮个事心烦意乱，目屎互阮的目睭蒙雾。锡安山已经趴远，豺狼伫遐乱踅。上主，你永远存在，你的统治直到万世代。你是安怎一直袂记得阮？你是安怎长期去杀阮？上主啊，求你互阮回心转意。互阮越头归向你，求你换新阮的性命，亲像早时的日子。你哪通永远受气阮？你哪通永远去杀阮？好，多谢。等以色列人因将这首哀歌读到5章第22节，读完时阵，因阁会倒来到伫这个21节上主啊，求你互阮回心转意。互阮越头归向你，求你换新阮的性命，亲像早时的日子。伊会读到
21节好叫做结束，好，因为第22节结束，好，因为这伫原文内底21节就是伊的结束，但是伊有可能是要来到这个22，这个22句话，好，所以才个看这首20，好，就咱这个等来看。对头前讲到第5首诗歌是因一个集体祷告的诗啊，因就是伫遮祈祷，伫遮来讲主啊，阮即马就会当用祈祷啊。因为因知影，因有罪，因知影原因，因看到因真正叫人攻击，四周围拢拍远，即马唯一会当做就是祈祷，真正是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走投无路的时候，因才想到讲阮着爱将阮为虾米受苦原因拢爱整理出来，家己犯罪，别人的罪，甚至祖先的罪，拢爱向主来承认啦，爱照上主的公义来行。所以因讲到因的妇人人，就是讲因的某被奸污，查某囝被强暴，这是上凄惨悲哀的代志。领袖去互绑起来，被吊起来，这个吊起来，一个是讲去互抓去，一个是讲手被绑起来，接受酷刑啊、凌迟啊。阮的老人无受尊重啊，就是这指的是指长老，这长老呢，不再像以前那么威风，坐伫城门口。少年人呢，受逼为酒魔，就是伊在做迄个最低阶劳力的苦工，这些少年人，伊会当去发挥，但是即马只会当变做奴隶共款。囡仔就爱排查，排甲扑倒，现在中文译本有翻出来，就是连这个囡仔呢嘛爱做甲无力，拢规个拢趴伫涂骹，不是只有跌倒而已，是扑倒。老人无搁伫城门口组织，这个城门口是因这个社会处理大细的代志的一个要紧的所在。即马迄个所在无人处理啊，无人坐伫城门口啊，表示讲这个社会乱糟糟。少年人嘛无搁弹琴做甲跳舞啊，这个少年人就是因为伫遐唱歌、跳舞、弹琴，制造城里面的生动这个动力。但是即马嘛，规个城拢死气沉沉无力。阮的心无够喜乐，跳舞变做是哀哭。本来是大家拢会伫遮唱歌跳舞，即马只有伫遮吐气，伫遮哀哭。阮的王冠对头壳落落来，阮犯罪，阮有灾祸啦。所以伊真清楚，应该爱受的，伊嘛知影因的罪点伫什么所在。我因为这事心烦意乱，目屎互阮的目睭蒙雾。头前就讲因甚至甲要失明，锡安山已经趴远栽拢伫遐乱说，就是这个所在本来是一个因妖繁华的所在。会当因跟上帝所在，伫即个历代志下卷，第6章第7章所罗门将圣殿起好，对代比到所罗门，安尼将近前后50年，安尼无遐久，是个前后，可能有20档的备班，到即个圣殿来完成，但是到迄个因根，到即马呢，拢散了，即个所在无够迄个因根，拢无去啊。但是19节，20节。21节，22节，这就看到一个一正一反、一正一反安尼的结构啊。上主是小节是正上主你永远存在，你的统治到万世代。20是反，你是安怎一直袂记得管？你是安怎长期去杀管？21节，上主啊，求你互阮回心转意，互阮回头归向你，求你换新阮的性命，亲像早时的日子，这是正。反的22节，你哪会通永远受气阮？你哪会通永远去杀阮？所以咱看到伫这个20到22节这个反的部分呢，拢是一种的问号。你是安怎？你哪会通？就是在讲上帝哪会
反复不定，但是呢19跟21节都是真肯定，正面这个用信心上主统治到万世代，就是讲因即马就算无有家己的王啊，无个国家，但是呢，毋是人去甲阮统治，是上主在甲阮统治，所以阮即马受掠，阮即马拄着灾祸，嘛是上主的统治。21节，伊的焦点是互阮回心转意就是真正回过头来思想上帝，照上帝所爱来行来想，中文说：求你使我们转归向你，求你恢复我们昔日的光荣伫这个和本讲求你使我们回转归向你，我们就得以回转阮要真正转来到这个过去的因根，就是对阮的心开始不是对这个外口伊过去拢是外靠外国的势力，即摆真是爱对心内底转来找上帝，所以最后就是祈祷，各再祈祷。这首诗呢，是一首典型的亡国诗伫诗篇内底呢，嘛74首、79首，伊嘛是在讲着同款的情景，就是国家灭亡，在讲上帝为什么永远甲阮弃杀？搁看到外邦人侵犯你的产业，上帝你要发生气到第时。所以这嘛是甲诗篇内底几啊首的哀歌同款，特别74、79诗篇是这个亡国诗咱看到亚里秘书到最后在问号结束，其实都是要讲，伊的结束是第21节就是因的祈祷要肯伫这个所在，对阮的心开始回心转意这个回转呢，就是 U-turn， 就是 repent， 就是一个180度的悔改这是对这个醒悟开始对这个心醒悟起来开始嘛是咱伫亚里秘书看到上帝讲要将伊的话刻伫毋是石板，是伫心板。所以真正要轻调，真正要进入上帝的国，真正要进入上帝的祝福，毋是只有对外口来敲吹，是对心来敲吹。所以读圣经嘛，毋是只有去外口听，对外口来读，是对咱家己的心，咱来用心认真，好好来读上帝话，咱就当找到上帝。无需要讲我早这个圣经我要去台东我要去花莲，我要去日本我要去韩国，安尼这个读圣经安尼才有效，毋是上帝是互咱逐所在咱找着，只要咱用心来敲锤，上帝讲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为我们开门。耶利米书29章的11节嘛是安尼甲咱讲，上帝想随意念毋是降灾祸，是平安，是互咱敲锤就会当找着，是对咱的心来开始所以亚里比哀歌检菜只有短短5章，但这5章咱这5首的诗歌，咱安尼来读完，就是看到这个诗人应该就是亚里比，伊有真清楚的一个目标规划，伊毋是安尼很情感的很歇斯底里的安尼亲像伊顶头所写安尼伊流目屎，互咱看到伊充满感情。但是伊嘛充满安排，就是讲伊将整个诗的结构、过程，亲像咧爬一个山，第1章讲到耶路撒冷的毁灭，第2章讲到上帝审判，第3章讲到人对上帝的呼求，甲上帝安怎回应人，第4章讲到上帝生气，第5章讲到遮剩的百姓，伊要安怎转到耶路撒冷。其实咱把这个5首歌摕起来研究画图会当看到伊这个结构拢真侪这个安排譬如讲第1章的18节，第2章14节，3章的40节，4章的13节，5章的16节，拢讲同款的话就是万有灾祸因为犯罪因拢承认家己的罪因拢看见家己的原因但是最后毋是甲人带到这个无五万的所在，最后是带到因真正对心内底回心转意，回头归向上帝，安尼因就会当上帝就当换新阮的性命，互阮伫耶稣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拢变成是新的，亲像早时的日子，就是早时大必王
安怎样互即个锡安锡安即个所在呢，变做是一个本来无要紧的所在，但是因为大卫进驻这个地方，在犹大做王，所以希伯伦这个所在，然后呢，互这个耶路撒冷变做是南北两国重要的中心。敬拜上帝所在，嘛变做到所罗门时阵，变做是世界的中心。迄当时没有强权强国侵犯，大国拢爱来甲伊送礼物，所以咱看到西西家王破病，巴比伦人来甲伊送礼物，为什么呢？这嘛是对所罗门的时代所留落来，因为因较早是遮尔强盛，但是竟然一直落，那个连巴比伦都做因的头家。还是巴比伦最低阶的官员，来做因的头家啊，所以风水轮流转，但是要紧的，就是爱好好勤调主。好，咱就分享到这，明仔再开始，咱要进入这个单一理书，同款的时间，总是咱要用华语，来分享，然后单一理书13天了，就是今年最后这个罗马灵书，到伫12月31号。咱就会来休困一段时间，到过年过，咱才阁开始这个讲道啊。所以感谢大家，这个参与，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对6月开始这个强塔到阮会当来读完历代志上下卷，读完耶利米书，到今日阮来读完这个哀歌。上帝，你的话是活我的话，是生命的话。阮每一天听到无同款的话，总是拢咧对阮来讲话，对每一个愿意听主的话的人来讲话。主啊，愿你的话搁一摆建立伫阮的心，特别今日主你一摆一摆提醒阮，就要用心来敲吹，互阮灰心通转移，互阮毋是即个世界来倚靠，是来上主来倚靠主，互阮真正对心肝内面来钦调上帝，互阮知影安怎。找到这条通主的路，主也感谢你，无看阮的罪恶，你愿意赦免阮。当时阮需要认家己的罪，阮需要看清敌人的罪，也互阮明白阮的祖先过去阮的人生中间这一切的罪，互阮会当拢摆列伫主的面前，求主洗清阮的罪，医治阮的病，透放阮的受，互阮对这的家劳，对这的重担中间得到自由，也得到透放。主，阮今日是主日，也是敬拜上主的日子，互阮伫今日的中间，会当将阮家己、将阮的时间、将阮的金钱，拢分别做成伫主的面前，得到主你的感动，也愿上帝你使阮看顾阮尽大家，互阮尽大家拢当伫主的内面，得到主你的眷顾，得到主你的意爱。主啊，亲像哀歌5章21节，互阮回心转意，互阮回头归你。求你也换新阮的性命，亲像早时大笔所罗门的日子。主，阮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多谢明哲长老，多谢大家平安，多谢牧师，谢谢牧师，安，谢谢牧师，安，多谢，谢谢牧师，平安，平安。圣洁美丽，无人。